让我们来一起领受上帝的话语，记载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章第1节到第10节，以及第6章20节，在和合本圣经69页和75页。其他的版本请看荧幕。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，那女人怀孕生了一个儿子，见他俊美，就藏了他3个月。后来不能再藏，就取了一个蒲草箱，抹上石漆和石油，将孩子放在里头，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底中。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，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。第5节，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，他看见箱子在芦底中，就打发一个婢女拿来。他打开箱子，看见那孩子，孩子哭了，他就可怜他说：“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。”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：“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，为你奶这孩子，可以不可以？”法老的女儿说：“可以。”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。法老的女儿对他说：“你把这孩子抱去，为我奶他，我必给你工价。”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。第10节，孩子渐长，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，就做了他的儿子。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，意思是说，因我把他从水里拉出来。再看出埃及6章20节，暗兰娶了他父亲的妹妹约基别来为妻，他给他生了亚伦和摩西。以上，接下来要请本堂刘应验传道来讲道，题目是“乘风破浪没在怕”。乘风破浪没在怕。弟兄姐妹平安。在限水2天之后，现在我们正下着恩雨，所以旱灾没在怕，因为我们有一位主，这位主是创造宇宙天地，知道我们人的需要，他有权柄，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拯救我们这原是不配的人，他看我们为宝贝。我们没在怕，因为有主在我们的船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阿爸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没在怕，不是因为我们夸耀，我们夸耀的是我们夸耀是主你的全能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有这样的身份，就是你的儿女，你宝贝的儿女。我们最深的需要你知道，主你也用各样的方式来启示，让我们更认识你。虽然我们原是看也看不清楚，听也听不明白，但是主你的话语使我们的灵魂得以苏醒，让我们行在这绝望的世代中，我们却是心中有满满的喜乐跟盼望。恳求圣灵此时与我们同在，降临在这个地方。主，我们愿意聆听，而且听了有去行。我们这样祈求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有一个聪明的希腊人，他在探索一个新的土地，他对自己的哲学跟科学知识很自豪。有一次他很需要一条船，他要去一个新的大陆，于是他雇了一个老船夫。这个老船夫很有节奏的划着他的船，但是一望无际的海让人的眼神呆滞。
因为都是一样的场景。如果你有去航海过的话，这是海里面一个让人有时候很觉得单调。当没有浪的时候，我只能往前航行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有时候每天过的是一样。早上起来上班，面对困难；早上起来上班，面对困难。这个老船夫也一样，呆滞的眼神看着前面，就划着他的船。这个聪明人问他，觉得，人生应该不是这样的。他于是问他说：“老船夫啊，你懂天文吗？”这老船夫眼睛还是呆滞说：“不懂。”这个聪明人说：“哎呀，你输掉了人生几分之几呀？1/4。”接下来又说：“那这样你懂不懂哲学呀？”不懂。哎呀，你又失去人生1/4啦。继续，聪明人又问，聪明人越问越心里越高兴。那你总懂得历史吧？历史生命故事你总懂吧？这老船夫依然不懂。他说：“哎呀，你真是可惜，可惜，可惜！你人生已经失去几个1/4了？3个1/4。”突然有一阵风，那个风像疯狗浪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疯狗浪是有时候都没有风，突然呀咔就来了，把帆整个打翻了。哇，这2个全部掉到水里面去。然后这个老船夫会游泳，赶快游啊，游到对岸以后，他就问这聪明人说：“你会不会游泳啊？我聪明的朋友啊！”这聪明朋友在哪里？这个时候，这聪明人没有嘴巴可以讲话了，看样子就知道会不会游泳，不会游泳。那么这么聪明人就说什么？那么你输了你生命的全部。亲爱大家，人生真的像航海。航海是有时候你不想走，抱歉，有风就有浪，就推着你走。你在航海当中，你想要身体不湿，想要这个水不侵犯你，抱歉，没有这种事。在航海中，总是有那意想不到的危及到你生命的。你觉得你的生命中，在风浪中，主与你同在吗？在你被这些浪打到水里的时候，神会从水里把你拉起来吗？或许你要先说：“我应该要先去学游泳。”不，传道要说：“你先认真听今天神要对你说的话。”你不会游泳，没关系，你不会输了生命全部。但是你如果不知道神的真理，神拯救你生命的真理，你就会输了全部。今天的经文，我们看到上帝正看着他所立约的以色列民，有一个小婴孩就要落在这个水里，有一个民族，他所爱所定立约的民族，在这个航行中就将要落在这个水里，被这个水里所灭族。真是可怕！他们真的会被灭族吗？神会不会伸手从水里把他们拉上来呢？我们的生命中，如果是一条船航行在这大海里，有许多的风浪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要明白，我们的生命里，如果我们的船有主在我们船上，我们就不怕风浪，是吧？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……你们看起来很怕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越来越不怕了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学习。有主在我们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这不是一首歌而已，应该是我们生命的救恩的全部。这一位在我船上的上帝，我们对他懂多少，决定我们乘风破浪的信心有多少。
向着那未知无情的浪潮呛虾，没在怕你就有多大声。首先，我们要从经文来看，看这个海浪对我们的威胁有多少。我们要了解我们人生有多少的，有几种的海浪，那么我们在这船上，我们就有更多知道我们要多少的准备。神虽然与我们同在，但是他经文里面今天特别告诉我们，我们人不是等在那里而已。神透过各样的方式启示我们，给我们智慧，我们怎么样面对航行中的几种的海浪。首先我们会看到骇人听闻的风浪。人家说无风不起浪，我们要来看看今天经文在主前，就是西元前1500多年前，在大环境起风于当时候新登基的法老王，他一生命下什么？今天的经文虽然我们从第2章开始看，但是我们今天会整个把这个脉络大概看着出埃及记，甚至到了创世纪，这都是连着的。我们看到前1章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或经文，你可以看，从哪里开始扔到尼罗河去，只准女婴活着。亲爱大家，你曾经是男婴的，请你举手。我们都突然就长大吗？感谢主哈！突然是男婴的，请你要小心。如果你是生在主前1500年前，埃及的希伯来人，你是男婴，大概你就被丢在尼罗河里面。这民族面对很严重的这个考验，要被灭族的风浪，正拍打着这个寄人篱下的以色列人。这民族的命脉会不会断呢？会不会断在这个不认识约瑟这一位希伯来人，但是却是拯救过到埃及来当宰相，拯救过埃及的人呢？他们已经忘记这件事情。那这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们就要再往前看，再把出埃及记再往前翻到创世纪，我们要来看一下。简单来讲，在今天这个经文，这个小男孩出生之前400年前，上帝借着约瑟在埃及做宰相，他奇妙的保守以色列人到埃及去居住。因为在创世纪46章的时候提到，当时候雅各一个人，他生了12个孩子，其中有一个孩子叫约瑟，而这个约瑟呢，是他爸爸最爱的孩子。那这些哥哥们怎样？非常嫉妒他，设计要害他。好，害不想说，害掉没有？有一个哥说害掉没有钱啦，把它卖掉好了。于是就把它卖到埃及地。卖到埃及地，神与他同在，让他经过许多的大风大浪，但是他依然只信靠这一位上帝。所以神与他同在，让他能够解梦。因着这个能够解梦，他帮助了当时候的法老王，知道有7年丰盛日子，赶快把它收起来。然后接下来7年饥荒的日子预备。于是在饥荒的时候，他自己家族希伯来人也从迦南地远行上到了埃及。故事就是这样，来到了埃及。那时候这一个家人只算男丁了哈，那时候是70个人，在圣经当中70就是很完全的数字。但是他们来到埃及的时候，这70个人，你知道我们后来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，他们从出埃及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？60万人。这么多人，你可以想象，原来只招待一家人70个人来你家住，我们想一下了。结果经过400年以后，660万人，这么多，那个是一个压力。而且他们是居住在埃及最肥沃的地方。我们可以知道，从圣经里面这个创世纪47章，我们知道当时法老王赐给他们一个最丰富的地方，那个地方的土地可以长出很肥美的这个产物，叫做歌珊。而且埃及王还恩待他们，给他们粮食，难怪他们发展得很快，人口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，多到
400年后，都忘记这些历史的人，埃及人心中非常的害怕，因为人多，要吃的，要养的，甚至他们会想到，这些人万一有一天革命了怎么办？他们俨然像是一个埃及中一个国中国，这就是整个在出埃及记那时候的背景。人多，而且又不是我们同民族的，带来整个社会的问题，不是简单几句就可以了解。但是我们可以想到，寄居在外国的人比我们多，比我们强盛，这是一个压力，一个生存的压力，让当时候的法老王心生担心跟害怕。当我们担心跟害怕的时候，就会做出非理性，就会做出上帝所不喜悦的事。灭族，拿一个人的生命，绝对不是上帝的旨意。我们就看到，就是这个过程，从过去一直以来，对希伯来人住在埃及，他们那时候从历史历代来，在家族甚至在民族里面的这个结构性的在埃及地的不平等，这样的风浪是不是也在我们生命中？你所在的地方，你自己的家庭就好，你自己的家庭里是不是有世世代代，你不是你能控制的，前怨啊，深仇大恨，在你的家族里面代代相传，这一些是不是在你人生一直在拍打着你这艘船？可能是你妈妈原生家庭，可能是你爸爸的原生家庭，甚至更是世世代代。你去到了一个地方公司，那个公司你还没进去之前，他们就有钱筹未了，结果你一去坐在那个位置，你马上就遇到这个风浪。你去到很多的地方，有很多的结构性。你生长在台湾，就有台湾本身结构性那个长的风浪拍打着我们，我们跟着对面对岸那个紧张的关系。人生有许多的风浪，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。我们就是上帝让我们生长在这个地方，生长在这个家庭，生长在这个民族里面。我们在这个航海里一定会遇到这样的风浪，这个骇人听闻的风浪。神要与我们同在。再一种风浪叫做涌浪，俗话叫做疯狗浪。这个疯狗浪它常常会让你这个措手不及，而且是马上就是置你命，马上就是翻转，就是让你的船打翻，让你掉落这个大海里。我们看到经文里面的第2章的话，再往前看就看到，因为埃及法老王害怕恐惧，就开始想出计策，苦待，他们先用苦工迫害他们，认为说我越苦待你们应该是不会这个越来越强盛。没想到神与他们同在，越苦待他们，他们就越强盛。这是很奇妙的，这是在历史当中有很多都是这样。早期以色列们受到虐待越多，他们越有生命力，他们越有生产力，于是执政的越害怕。最后第2个方法就是从一出生就开始，所以他就叫了2个产婆来，不是只有2个啦，应该是代表，就是2个产婆头，说你来，如果你帮这个接生的是男婴，赶快就把它放到水里，只让女婴活着。没想到这2个产婆只听上帝的话，因为上帝是爱人生命的，怎么会帮助人来灭神所创造的生命？不可能。于是这2个产婆就没有执行法老的，乃是他听上帝的。那么法老就问这2个，为什么你们不是叫你们一定要去把男婴，只要生男婴就把它放到水里吗？怎么未来越来越多希伯来人的男婴呢？这2个产婆说，哎呦，因为他们强壮，我们还没到的时候就生啊，我们也没办法啊。这个法老更生气了，好，只要3岁以下，全部男婴通通丢到海里。就是今天经文，
我们经文看到，做父母的怎么可能把这些男婴放到水里面呢？另外一种海浪在人心航海中，就是所谓的近岸浪。什么是近岸浪？或许不是外在，不是结构性，不是别人所兴起的新风波浪，也不是外在的那个疯狗浪，其实更是你生命中你自己的近岸浪。我们在航海中，这航海的人，只要你没有信心，只要你一害怕，浪来你还害怕，捂住什么都不管，很抱歉，你这船一定翻。如果你不想突破，我只想在这里，好，没关系，你苦待我没关系，你要用产婆这件事情没关系，你要我们的孩子这个丢在海里没关系，如果都没关系，那就有关系。希伯来人他们在这个埃及地住了歌珊400年，这里是最肥沃的土地，没有错，但是他们错在一件事情，是他们忘记。如果我们来看到他们忘记什么，他们忘记上帝的应许，他们忘记了什么？他们忘记他们曾经的祖先所经历的。约瑟，当他们刚刚讲约瑟来做宰相，接他的弟兄父亲来到埃及的时候，他曾经讲这句话，说你们以前卖掉我，现在我原谅你们，你们都在这里住，安心的住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？请。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是的，人的心意会害你，但是神的心意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这是约瑟告诉他的哥哥，放心，我原谅你们，因为这位神用我。人原来要害你，亲爱的大家，你有没有被针对过？如果你被针对，我要恭喜你，我不是幸灾乐祸，而是你有一位神在你的船上。人家原来要害你，但是神如果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，那么神是会使这个要害你的变成要爱你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要成就神的心意跟光景。你相信吗？当你在风浪当中，不管什么浪，如果你觉得被针对，那么你真的要好好把握。传道在这个教会里面，第一个社青陪他将近2年，他一路上在职场上就是一直被针对。他已经2次要辞职，但是非常奇妙，人一针对，而且是所有的人，公司里面所有的人都针对他，放大镜看他，一看他发现，他做的都是对耶，他做的都是对耶，翻转，再翻转。环境这个浪潮我们不能控制，我们不是耶稣说平静风雨浪，没有，神没有说你们通通是平静的浪航行，不是，他要给我们人生精彩，说船上有主你就不用害怕，因为这位神原是有好意，是要祝福你的。人虽然要害你，但是神的意思如果是好的，他能够保全跟转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如果再继续看创世纪，在50章最后，我们可以读这句吗？请。我要死了，但神必定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到他起誓所应许的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之地。他要死了，
他告诉他们说：神必看顾你们，领你们从这地上去，去哪里？应许之地，迦南之地。神必看顾你们。所以简单讲，约瑟说：我的棺材不用现在帮我这个抬回去家乡迦南地，不用，我跟着你们，因为我知道有一天你们要从歌珊之地，你们从埃及之地，你们还要再回去神所应许之地，所以我就跟着你们，我有信心，不管你们世代后代到什么时候，我都对神有信心。因为我知道我所相信的这位上帝必定看顾你们世世代代，只要你们愿意相信我所相信的，跟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立约这一位上帝，只要你相信，你必能够回到我所应许，而且必定看顾你们。可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人在埃及400年，越来越苦，越来越被苦待，甚至到生命越来被危及，仍然在歌珊地不想走，害怕突破，仍然不想走。那么神就介入，神介入在这个他是历史的主，他就来介入。透过今天的经文就开始，神要使这个民族外在的开始努力的愿意突破，依靠着这位上帝。虽然有所不愿意，虽然真的情势所逼，不然我们真的活不下去。神介入带领他们就要出埃及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正处于想要突破，但又怕，或者说哎呀，人家没工作都比我好，我有工作比那个没工作的好啦，哎呀，没关系，就这样嘛。我不知道神对你的带领是去哪里，但我确信，如果你所领受的每天跟神有很好的关系，你心中有一些不平，甚至于是神圣的愤怒、不满足。父啊，为什么我的心这么冷的？我应该是活络的啊！圣灵，你是不是像火一样啊？那怎么我每次服侍起来就觉得，怎么服侍不是越服侍越甘甜啊？怎么越服侍越甘扣啊？亲爱的大家，就是我们心啊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突破。下个礼拜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聚会，这个聚会圣灵的火要点燃我们内心的火。你是不是很久没有热起来？你的心是不是很久没有那个热度？你不知道为什么而来努力拼命。下个礼拜我们一起来好吗？我们有一个培灵会，陈建岳牧师一样跟我们是长老教会，但是他在高雄的地方，他教会被圣灵的火点燃起来以后，这教会就开始在那个社区成为火苗，成为旺火，成为高雄地区许多人的拯救跟盼望。神用那个教会祝福那个教会，圣灵的火在那里被点燃。你的心想被点燃吗？你很久没有热起来了吗？神有说不冷不热的，我要吐出去。我真盼望我们不是那个被吐出去的。给自己一个机会，找你身边很久没有来教会的人，下个礼拜，从礼拜6就有，我们一起来被神摸着，被神点燃。不管你几岁，我们都能够再次为主来火热起来。你不用担心说传道我火热起来，后来又冷，那个感觉很不好。有主在我们船上，不用怕，好不好？你对主有认识多少？我们来认识这位上帝好不好？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上帝，他讲的话没有一句话会落空，他一定爱我们，而且他是爱我们的。今天经文一开始就说，一个利未人
和他同族的女子结婚，生了一个儿子。他看见这婴孩那么俊美，就把他藏了3个月。为什么要藏？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前面那些浪潮那么多，因为他是男婴，因为他必须被丢在海里，没有哪一个母亲忍得下心把孩子丢下去的。一样，这个利未的女子跟利未的人，他不忍心。亲爱的大家，你知不知道利未是什么意思？刚刚有讲雅各他有生几个孩子，对不对？好，其中有一个刚刚有讲嘛，就约瑟最讨人厌的，因为他爸爸最爱他。你的家庭里可能也有这种不公平的待遇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不会忘记你啊。我们看到这个利未也是雅各其中一个孩子，而且利未那时候在创世纪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其实他是被咒诅的，因为他跟西缅联合怎样策划屠杀是那个事件。我们如果看创世纪34章，我们就知道，其实他是被雅各所咒诅的。但是人的咒诅会化解，因着神的爱，因着神的信，在这里神用利未人就是他的其中一个儿子雅各，其中一个儿子约瑟，其中一个兄弟利未人，他生了孩子，神照顾他，在这样的环境中，神依然守约施慈爱，让他藏住这个孩子，藏不了的时候，就用他的智慧，人也要付出我们的智慧，去编了一个篮子，而且用当时候最可以有这个蒲草做很多事情，甚至蒲草写了经文，以前的经文写在蒲草上面，而且还涂上了什么？很聪明，知道沥青跟柏油，在圣经中有涂上沥青跟柏油的是在哪里？我们才刚刚读过的经文哦，在哪里？挪亚那个什么方舟上，都同样用同样一个字，这个篮子跟箱子也是方舟的用语。我们就看到神的是一个守约施慈爱。在会前读经，我们有读到，当神要灭绝这世上的人，用那个方舟的时候，他有一个什么记号？什么记号？彩虹的记号，他不会再灭，所以不会再灭他所爱的人，甚至他是拯救，在这里再次的拯救。亲爱的大家，你的生命有没有常常是下大雨，常常在哭的？甚至于哭不出来，哭到没声音了。哭的时候，下雨的时候，神的彩虹，记住，只有下雨的时候才有彩虹，是吧？记住神的爱，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我们看到神是必定看顾人的上帝，除了从约瑟他讲的以外，这一句话一直都有效，而且有应验。我们看了这个经文里面的过程。他把它放在箱子里，他是不忍心再把它放到水里面。他看看这个水，如果我们有去过尼罗河，就知道这个水有时候是很湍急的，有时候了。而且这个尼罗河水不是干干净净就这样而已，里面有什么？有鳄鱼，有或许有很会吃东西肉的这种大水中的食物，但是妈妈的知道只有一条路，放到水里。神就看顾，在这危险的水当中，神也看顾，而且让他遇到了什么？国王法老的女儿在那旁边，而且把他拾获起来。更重要的是，神怎么看顾？居然还让怎样？让这个孩子的姐姐就在旁边哦。这个姐姐还可以主动的到那个前面来说：“请问，要不要我去找一个希伯来的女人来做她的奶妈呢？”亲爱的大家，如果我们不小心在人生中掉到水里，请放心，神不但是守约施慈爱，神是照顾我们、看顾我们的神，甚至于神是会不小心我们掉下去，也会把我们从水里捞上来、拉上来的这一位上帝。很奇妙的经验的这个经历，国王法老在埃及是非常大，他严严的3个要灭希伯来人，这么强大有权威的人，居然透过
3个女人，柔弱的女人破解，这很巧妙，很讽刺这个埃及。你的计策，亲爱大家，如果你是在神手中行得正，你是站在神这边哦，请记住这件事。那么你不用怕，再怎么有权势、权威的人想要针对、要害你，神很奇妙的手，透过3个女人，是吧？利未的女子生的小孩，连名字都没有在这里，连记都没有哦。还有这个孩子的姐姐，还有这个国王的女儿，国王女儿有名字吧？但是在这里也没有名字。神很奇妙，可以用微弱的力量，可以拯救重要的生命。所以你的生命神看重吗？神看重，因为圣经说你的名字刻在神的手中，你的脸印在神的眼中，神常常在为我们祷告。这位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神。这个公主看到了这个孩子，就给他取名。我从水里把这孩子拉上来，我就叫他叫什么？摩西。意思就是从水里拉上来。神用这一个不信上帝的人，这是神的巧妙。亲爱大家，神也爱你跟我。我们一定在人生航海中会不小心软弱，或者是别人的错，让你掉到水里。你不会游泳没关系，没你惊啦，不怕啦，跟他呛瞎啦，因为我有主在我的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我曾经分享过，我的小孩子都是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，我老2气喘。我老大去学游泳的时候，国小1年级，他去的第一天，人家就说，如果这个孩子报名，你们接受他报名，我们所有几10个人都不跟他一起同班，就他一个人，因为他异位性皮肤炎很严重，全部都是伤口。所以当他去到曾经一个人去伦敦去游学2个月的时候，国小1年级的时候，他都要穿长袖，因为他怕被人家笑。当他把袖子拿开的时候，人家说你是伊索比亚来的吗？因为他又瘦，全身都是伤口，又小，瘦的皮包骨。所以我的女儿一听到她哥哥曾经这个经历，但她也很喜欢游泳，因为我们希望在海岛型，孩子就是要学会游泳，而且学游泳可以让他们不会气喘。所以我女儿很会游泳，但是她不要在大家的面前游泳，所以她学游泳都是1对1，她很会游泳。可是他们没有人知道他会游泳，学校里面只要大家游泳他都不敢，因为平常包都来不及了。游泳请问可以包吗？除非是潜水吧，但不是全水。在他6年级的时候，全校要比赛，他们班派不出选手，大家也不知道他会游泳，因为他不曾上过游泳课，因为他每次都写说他不游泳，因为他怕被人家笑。这一天，他看到他们班真的没有派不出一个代表，就要这个放弃名额，他就在联络簿上写：妈妈，我可不可以跟老师讲？因为我从来没有游泳过，跟他讲，我100公尺游几秒，400公尺不是那时候不知道几百公尺游几秒。我说好，但是你要想清楚，你游泳的时候是人家都会看到你，只有穿游泳的衣的地方看不见。他说好，如果上帝要我在这件事情上，显明他的名，我愿意。他就写在联络簿上。老师看了很惊讶，也没有来不及跟他讲说你有给我看，好，马上报出去。报出去以后，好，比赛时间到了。他第一次在那个学校穿上泳衣，站出去那一刻，一个女生，国小高年级，全部都是伤口。
还有那个，因为他那个很久都不会好，所以脚很大一块。可是他要下去，不是碰到水的那个痛，不是，是站下去，可以说是赤裸裸，一个女生少女，为主的名，他站出去，把那个好像是浴袍那个放下来以后，所有的人全部都，因为他全身没有一个地方是好的，全部都是老灰这样。他的同学还说：“依琳啊，我跟你讲，我们一定会赢，因为他们一定不敢下水。用这招吗？神不是用这招，逼开始用，神的名被高举。”不是因为他得第几名，是因为他愿意站出去。一个少女被别人眼光，亲爱的大家，人生有许多你不是你能够有办法的。这一位性平务员天生世世代代就是他的体质，他就是被针对，他就是有心理的障碍，没办法突破。但是因着这一位是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于是可以突破。我不知道，亲爱的大家，你们有什么要突破的？但是这一位被神所拣选的，在他的人生的航海中，他完成了几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约，我们一直讲。他持续神的约，这个应验神的约，救恩。摩西在以色列人，特别是在宗教方面，他们的救恩，圣经的摩西五经正典，就是摩西所写。如果没有写这些，人没有办法知道上帝的话。更重要是上帝的主权。摩西是从水里被捞起来的人，从死里被救起来的人。原来是乞丐，却变成王子，说明神可以用任何卑微的人，像我，像我女儿，像你。你可能不是卑微，我不知道，但神愿意，只要你愿意，好不好？人生的航海中，为主，勇敢，有信心。因为主是爱你的，而且神因从死里复活有盼望，他就在我们的船上。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；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；有主在我船上，我就不怕风浪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有主，你在我们船上，我们就不怕风浪，因为主你是爱我们，你是守约施慈爱，主你是一直看顾我们，主你是把我们从那个软弱罪恶中水里捞起来的主。在人生的航海中，我们有什么可以怕的？我们只有怕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信心不够。主，恳求你加添给我们信心，因为这是你的话。你说我们信心不够了，向你求。主，你要给我们从你那里来的信心跟扶持。谢谢主，你应允在我们的船上，我们就不怕风浪，我们就能够乘风破浪，迈向属灵的高峰。因为主，你要我们往前去，去到你所命定给我们的。我们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命定，我们不要失去这个命定的祝福。谢谢主，我们要用主你教导我们的祷告，主导我一起来这样祷告说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
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